UBI 式 Friends 頻道嘅快閃篇。我哋而家嚟到為咗去西湖啦。哇！你啲跟住同一群人要去遊西湖啦。跟住呢度係有啲不要啊！你做咩啊？係。跟住希廉好快咁走咗去前面啦。我剛剛打電話給他，他沒接嘛。你用名？唔知佢想點咧？希廉，我哋呢度有好多分別係等一分，到公園碼頭上船。現在的，在什麼呀？那怎麼？來，我們過來這裡。跟住我哋而家要搭船啦，準備好興奮啊！但係聽講搭船唔得拎手機，因為我驚我 iPhone 跌咗落水，咁就馬上要路再見啦，拜拜。